大家好，我是小张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不会写的闽南语汉字。老一辈的人会说哈内古代啊，当然这个内古代就是受到日语的影响。除了这个内古代之外呢，老一辈的人也常说哈配大、哈A多啊。这个哈到底安怎写？这个影片看完你就知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来讨论闽南语的基本规则：塞、后、把、比、搞、告、唱、落，分别是闽南语的第1调到第8调。下面这排数字则是闽南语的变调规则。闽南语除了有连续变调的规则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特性，就是韵母转韵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一对转韵的韵母，就是 A 和 R。这个转韵规则在台语500讲第39集里面有很详细的讨论。今天我们就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做讨论。花可以读作花，月可以读作瓜，家可以读作家。另外这个家也可以读作嘎。问题来了，这个字怎么读呢？有一个很棒的方法，就是来参考教育部的网站。在教育部的网站里面，这个字可以读作黑，第7调的黑。根据我们刚才讨论过的 A 和 R 可以互相转韵这个原则，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音，读作哈。根据变调规则，第7调要变第3调，第3调对应的也就是把这个声调，所以这个字就要读作哈内古代、哈配大、哈 A 大啊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和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